房子越住越舒心的8个现象，对照看一下，你家中了几条？不管你现在住的老宅还是新房，还是租来的，只要下面这些现象，说明你家会越来越好。第一个，家里养的植物枝繁叶茂；第二个，家里客厅永远敞亮明亮，一进门就浑身舒坦；第三个，家里的小动物个个健康活泼；第四个，枯掉的植物突然间生根发芽；第五个，厨房要有烟火气；第六个，家庭和睦，不要跟爱人斤斤计较；第七个，家里偶尔有点乱，但一直都干干净净，而且要学会断舍离，不要的东西扔掉；第八个，最后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夜里安安静静，没有杂音，全家人都能睡个安稳的好觉。